明年1月初日起始正式开放进口肉来客到8嘅美国猪肉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必须放讲，虽然两万经济之前无法突起出国查厂，但是对开放进口热天特别查验。还是之前高频先进口嘅热天无去查厂。之前指挥中心之前宣布秋冬防疫专案，此时2月起始，日间同转机台湾的旅客做好要人性证明。现实中今比讲无过去研究，头一礼拜内提高报告部立法院。就劳动部公布前星期起无薪假实施统计，失业人数10934个人，唔但超过从6月底了后嘅新低，同时咪系第一摆连续3期降低。虽然人数有减少，但是失业公司数量则提升，可能出部分中小企业可能还系受到疫情影响。台北市公布新嘅例如补助方案，18届次入行嘅旅客，到礼拜到礼拜4期待合作嘅理數，大概年檔案部4扣2000扣，限用100。團購嘅補助係當年切莫去2位嘅商圈，也是在指定觀光景點。世界衛生組織經濟計劃專家建議講，積極得到中國嘅保證，國家都安排國際專家入去中國調查武漢現象嘅念頭，但是未有因為部分代表團對專家調查時間提出疑惑，要求公布去看嘅市場表。